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2月9日至2026年2月13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美股近期走勢分化相當嚴重，科技股，特別係同 AI 相關嘅股份持續被拋售，拖累納斯達克指數明顯受壓，而傳統經濟板塊就相對穩健。三大指數各自發展，上週經歷股災式急挫之後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喺上週五出現強力反彈，升幅超過1200點，反映投資者趁低吸納嘅跡象開始浮現。不過，之前累積嘅跌幅已經相當大，短期內或者可以喺本週企穩，但預計上升空間有限。整體嚟講，大市經過多次調整之後，由科技股主導嘅升幅已經出現超買情況，道指升幅偏大，下週估計會面對溫和回調壓力。雖然外圍憂慮仍然存在，但部分數據仍然提供正面支持。美國2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初值升至 57.3， 高過市場預期，反映消費者情緒略有改善。EPFR Global 資料顯示，截至2月4日，美股基金連續2星期錄得資金流入總額達58億美元，對大市表現有一定支持。業績期期間，企業整體表現未見重大問題，市場仍需要時間消化。資金正由 AI 相關板塊流向傳統經濟類股，貴金屬同加密貨幣概念股雖然持續下跌，但商品市場波動有機會逐步回穩，帶來輕微反彈機會。不過，相關資金流入主要屬於避險或者板塊輪動，並唔代表市場全面轉趨樂觀。市場對 AI 投資成效嘅質疑聲音持續出現，擔心 AI 業務發展消耗資金過大，加上營收前景未明，令科技股估值出現回調，沽壓明顯加重。多間科網巨頭公布業績後普遍調整，三大指數累積升幅相當大，有機會開始見頂回落，甚至反覆向下沉底。AI 泡沫始終存在爆破風險，估值過高帶來一定危險，短期內不利市場投資氣氛。雖然減息預期可能喺下週中旬再次推升市場，帶動一定反彈同暫時舒緩跌勢，但科技相關股份仍然面對嚴重沽壓，美股整體走勢正逐步轉差，進一步下跌空間仍然存在。投資者需要提高警惕。特朗普提名沃澤出任下任聯儲局主席，被市場視為偏鷹派人選，令投資者擔心美國利率下調嘅速度同幅度不及早前預期，股市因此受壓。喺連續多日下跌之後，大市存在反彈需求，但政策不確定性增加，令全球資金重新部署，對市場造成負面影響。美股目前已累積一定跌幅，短期或有反彈，但整體氣氛仍然偏弱。投資者需要保持審慎。綜合嚟睇，大市正處於重新評估 AI 變現能力嘅階段，外圍風險包括聯儲局人事變動同科技板塊調整，整體取向中性偏淡，短期仍有下跌機會，但傳統板塊相對堅挺，或可提供一定支持。